由陳淑蘭主持嘅 ViuTV 播出節目《晚吹》，仲有一隻左緊，就請咗被堪稱世紀賤男嘅周永恒同埋美容達人陳利敏上去傾一傾賤格呢個主題。Well， 一聽到呢個 topic 已經聞到好大陣火藥味咧。你覺得你見到有啲咩男人，即係喺感情方面嗰啲行為，你覺得真係賤格，即係識咗佢，你係喐手，仲要係對你身邊最親嘅人，我覺得呢樣嘢就係賤格。其實我冇話我自己啱，咁呢啲咪賤格咯。咁如果係屋企嘢，感情嘢，你哋邊個可以有資格即係外人啦？你哋嗰啲叫做咁討論啲咩啫？哇！嬲到拍拍下，中途走咗去。之後阿 Roy 爆晒粗行出錄影廠，仲喺門口同工作人員嘈起上嚟。睇嚟阿 Roy 真係好憎俾人話佢賤格喎。之後阿 Roy 就喺 Facebook 上載有關方面邀請佢上節目嘅對話內容，並指出邀請佢上節目原本嘅用意係想探討人性嘅黑暗面，點知就中晒伏啦。咁我就但係都唔知道原來嗰個角度啊，個節目會去到咁樣，因為當日其實佢哋都有稿嘅，即係 PA 佢哋有稿，咁到頭來係完全冇跟過個稿咯。咁啊，嗰兩位女士佢哋就 freestyle 咁喺度嚟咯。咁我中間都有嗌停過，就問監製，咁話點解會件事會去到咁樣？如果咁樣去邀請我上嚟嘅話，我就一定會拒絕啦。咁我覺得有啲即係誠信嘅問題啦。咁佢哋就話係溝通問題。咁到最後嗰個製成品就係呢一個款啦。咁我就即係最主要想澄清，有啲人話我係夾計。咁我就肯定唔會為咗嗰啲咁樣去消費自己尊嚴咯。嗱，至於問到阿 Roy 分居太太趙仲瑜，佢就話未睇過節目啦，但就話作為公眾人物爆粗真係唔係好恰當啦。